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要甲乡亲讲，若拄拄食降血压的药啊，上好休困一下，唔通随开车。台中一中的上宽就发生一件惊险的连环车祸，一台轿车咧等红灯，煞雄雄驶起行冲出去，先弄到斑马线4个过路人，刷落来，佮追撞路边12台的汽机车。讲这个特殊的驾驶，就是有食降血压的药啊，开车的时阵。 突然间起戆，这个大档的卡才会放开，车才全冲出去。画面内咧等红灯黑色轿车向阳开电动，拄咧过大路的人，规人全弄一飞去车顶，还佮对着车一路冲过路口，两个过路人惊一个惊险。静止的时候，他就听到声音，就撞下去了。 黑色轿车对撞前面停靠的汽车，这伫车顶的过路人呢，去害落去。轿车又搁去弄到路边的机车，总共有12台汽机车受到影响。大家咧讲哦，你是食药啊？感冒食药啊是吧？我唔知啊。警方调查定数驾驶疑似食降血压的药啊，致死头亡。医师表示，服用降血压的药啊，有的人会安尼形容无力、脑部供血不足的现象。 以前从来没有吃过高血压的药物，那现在开始要来做这个使用。那最好呢，在吃完高血压药物的30分钟以内，先自我观察一下有没有出现头昏、无力等等症状。包含超速驾驶、甲被撞的过路人，总共有4个人轻伤。到底是不是药物所造成的，也阁需要进一步厘清。